来关心环境，军中南部的海域是出产南方帝王鲭，也毋过因为掠伤济、掠过头，加上气候反常的影响，即马数量已经减真济，所以科学家当咧拍拼协助探证。军中上南边的火地岛是面对比格尔海峡，是南方帝王鲭的重要产地，世界各地游客来到这拢会来食看卖。但是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的特色餐厅头家兼总铺师的阿迪伦，即马煞感觉真烦恼，因为帝王鲭的数量是逐年一直减。研究人员讲，即马是已经在真进攻的阶段。En Ushuaia hoy los restaurantes están sacando el producto centolla de sus cartas porque no lo tienen, no lo consiguen, no está la propuesta de la centolla en los proveedores que tenían normalmente. 对顶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显示，讲南方的帝王鲭数量会一直减少，掠甲伤过度是主要原因。加上环境的研究发现，讲气候的变迁是造成海水的温度升高，海洋嘛酸化，对帝王鲭孵化了后的早期生长有真大的影响。专家嘛开始人工孵化保育行动，希望会当有改变。Parte de esta solución, entonces, a la baja cantidad de centollas que estaría ocurriendo en el canal, estamos trabajando en el CADIC en lo que conocemos como el repoblamiento. 看海食饭的当地渔民讲，最近4-5冬以来，帝王鲭族群的减少是真明显。虽然讲配合政令，家掠鲭仔的人仔是减少到剩10个，甘愿趁较少的来保护明仔的生活。但是，共享比格尔海峡的计价国智利是继续用1500的掠鲭仔人仔这种规模，同款是掠甲真过量。两国的生态政策无同款，互保护的工作有敢若无，好让两国重视问题，互大家爱食的帝王鲭和渔业文化资产好好传承。公司是毋是非常便宜？